来，即摆即个水电师傅是愈来愈歹找咯。即个水电若临时出问题，要找人拢无法度找着人来整理。所以南投草屯的妇女中心特别来开设着女子居家水电培训的课程，家己的水电家己顾。亲手操作为水电的基础开始摆起，慢慢学各种修理的功夫。基本的自己会自己处理呀，因为现在工人不是家里的人不好叫，外面的人也难叫。常常就是家里有一些小东西就坏掉，然后每次都还要靠老公，要不然就要找水电工啊。可是老公跟水电工不一定有空。由专业的水电师傅教因教，即包括换开关、插座、到电火、接电线，以及修理马桶甲热水器。卫浴设备的方面，我也会教他们。比如说马桶阻塞啦、水箱漏水啦，要换什么零件啦、止水皮啦、净水器啦。这是草屯妇女中心开设的课程，真侪妇女朋友拢真介意，后盖若伫厝内拄到简单的修理问题，就当家己解决啦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